上星期同大家介紹咗乜嘢係輕微違反，今日會繼續同大家講一講輕微違反喺處罰方面嘅規定。根據刑法典第123同124條嘅規定，對於屬於犯罪以及輕微違反嘅違法行為，其處罰方式都包括咗徒刑又或者罰金。為咗體現兩者之間嘅不同，因此喺有關法律又或者法規入邊，對於輕微違反所規定嘅處罰都唔可以超過6個月嘅監禁。亦即係話，當一個違法行為按照法律嘅規定可被處以最高超過6個月嘅徒刑嘅時候，咁佢就唔屬於輕微違反，而會被視為犯罪。例如，一個人揸車撞到另一個人架車之後不顧而去，會觸犯道路交通法入邊所規定嘅逃避責任罪，最高可被判處1年嘅監禁。由於該罪嘅最高刑期係超過6個月嘅監禁，因此係屬於犯罪行為，而唔係輕微違反。